在看完教学影片的内容之后，关于华语转客语的部分，我们要在这里提供几道题目让考生们来参考。在参考练习范例之前，要提醒大家，节目中所提供的题目都是范例题，不见得一定是考题。也就是说，您熟悉之后，说不定它在考试的内容中并不会出现。首先，我们看到第一题，他被蛋黄噎到，渴得要命。第二题，这桌菜煮的一点味道都没有，不吸引人吃。第三题，苍蝇很讨厌，快点赶走它。首先，我们看到第一题，他被蛋黄噎到，渴得要命。同样的，我们还是一样要分析它的关键字。华语里面的被，在客语是叫做本，蛋黄、乱网、噎到、赶到、渴得要命、促多威死。南部的朋友可能会发音成促加威死，所以这句话华语转成客语，我们的参考答案就变成基本乱网赶到，促多威死。基本乱网刚多，促加威死。第二题，这桌菜煮的一点味道都没有，不吸引人吃。关于这一题的关键词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客家话是讲成某含某香，不就是吸引人想饮，吃食。所以这一题参考答案就变成一桌菜煮啊无含无香，唔想饮食。一桌菜煮到无含无香，唔想饮食。第三题，苍蝇很讨厌，快点赶走它。苍蝇比较不一样，在客家话里面是叫做无影，讨厌，得人挠。快点赶走它，捉走它。所以这一题的参考答案，我们是有人当得人挠，夹个捉走它。有人该得人挠，夹个捉走它。接下来我们在这里一样提供了3小题，让大家来参考一下，综合练习。但是我们不提供答案，请考生或者有兴趣的朋友们自行练习来作答，希望你可以答得又精准又道地的客家语。